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化妝師 Coco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，化一個消除疲勞嘅妝。好多時我哋去到40+、50+咧，有冇發現咧，好似個面色唔係咁好啊，好似口黑面黑咁樣。係因為咧，我哋咧個皮膚咧開始多咗黑色素沉澱啦，令到咧皮膚咧更加多色斑啦，而望落去咧亦都係暗沉一啲嘅。尤其是咧，仲有2個禮拜到啦，就新年啦。咁咧，我哋就會見到好多親戚朋友啦，大家都想靚靚過年，展示最好嘅狀態。其實呢個妝咧，亦都好適合咧我哋新年嘅時候化嘅。除咗消除疲勞之外咧，亦都係俾人感覺咧更加精神啦，同埋紅潤嘅。事不宜遲啦，我哋而家即刻開始。首先，我會用 Too Faced 嘅活顏柔膚水打底，佢嘅 Age Lock 科技可以針對老化根源，可以保持年輕活力嘅肌膚，均勻膚色，仲可以淡斑添，仲可以加強保濕。跟住我會用 Too Faced 嘅藍珠珠，佢又係有 Age Lock 可以針對衰老嘅根源。佢有一個特別嘅配方 Firm Press， 咁就可以做到緊膚嘅技術。用完之後呢，令到皮膚更加緊緻㗎。我自己早晚都會用嘅。跟住呢，就到 New Colour 嘅勝肽水光唇彩。呢個唇彩呢，有4大豐唇嘅成分，仲有淡淡嘅玫瑰色調。Makeup base 呢，我就用 Elisa 嘅呢一個 Tune Up Cream。佢呢個顏色呢，係帶淡淡嘅粉紅色，推開咗之後呢，令到皮膚有一啲光澤嘅感覺。咁佢仲有防曬嘅 SPF 50+同 PA 4個加。其實防曬對我哋40+係非常之重要㗎。好多時我哋面色暗沉都係因為色斑沉澱，所以做好防曬亦都可以預防色斑㗎。搽完之後皮膚都白咗少少㗎。跟住我會用 Rare Beauty 嘅 Under Eye Brightener， 佢嘅質地呢比較水潤，推開佢亦都非常之容易，喺眼底做提亮效果非常好。因為係質地比較水潤透薄，所以呢，我亦都唔需要太擔心佢會出眼紋。粉底方面，我會用 Addiction 嘅 The Skincare Foundation。佢呢個粉底液呢，係一個精華嘅粉底液嚟嘅。你見到呢，擠出嚟嘅效果呢，係非常之水啦，同埋容易推開。我最中意呢，佢就有護膚功效。因為去到我好似我呢個年紀嘅話呢，其實呢，我哋唔適合用啲太乾嘅粉底㗎。通常比較潔身啊、乾啲嘅粉底呢，可能佢遮瑕度會比較強。但係去到我哋而家呢個年紀嘅話呢，如果用呢一類型嘅粉底呢，會令到個皮膚太重負擔。反而我哋而家追求嘅係水潤啦、自然同透薄嘅粉底。我覺得佢呢個粉底嘅效果非常之好。跟住我就用 Bring Go 嘅遮瑕盤去遮我面上嘅雀斑。佢其中有一格帶深色少少嘅橙調，係好適合遮雀斑啦、黑眼圈啦。當你遮好咗瑕疵之後呢，可以用翻近膚色嘅遮瑕膏喺上面再拍一拍。水分方面呢，我就用 Sofina 嘅 Primrose 系列。咁呢個呢，就係一個珍珠白色，帶有少少閃嘅成分喺入邊，但佢唔會太誇張。佢反而令到你塊面呢，就有少少光澤嘅感覺啦，同埋亦都有亮白嘅效果。我就用粉撲全面印上就可以啦。好啦，眉妝方面呢，我就會用 Judy Dore 嘅雙頭眉筆。咁佢一邊呢就係眉筆，另外一邊呢就係眉刷嚟嘅。咁我按照翻我自己頭髮嘅顏色啦，我就揀3號顏色。佢眉刷嘅方面呢，你見到佢個頭都比較細，所以呢，我再刷我嗰個眉毛嘅時候呢，亦都會比較容易掌握，唔會咁容易出界。眼影方面，我用 Chamique 呢一個玫瑰粉紅嘅顏色，佢呢個顏色呢，令到個人呢精神啲，冇咁攰。佢呢個顏色呢，令到呢望落去呢，成塊面嘅氣色呢係好好㗎，好有血氣嘅感覺。最緊要呢，望落去更加精神。我就揀咗中間色調嘅玫瑰色做我嘅主色，跟住再喺眼球中間位置用返淺色嘅做 highlight， 用法非常簡單。跟住呢，就用 Kiss Me 嘅眼線筆，咁佢呢個呢係深啡色嘅，非常自然。
同埋最緊要畫嘅時候畫返內眼線就可以㗎喇。跟住呢，我就用天眉彩棠嘅雙色高光盤，佢呢個係帶粉紅調嘅顏色，佢呢個質地呢係膏狀嚟㗎，咁所以呢，做出嚟個高光呢會比較顯色啲嘅。呢個係屬於膨脹色，所以呢，你會見到呢面額兩邊呢會有飽滿嘅感覺，令到輪廓更加立體㗎。另外一邊呢，就係帶淺粉紅色嘅粉狀，我會攞嚟做定妝嘅。好處呢，就係可以令到個妝冇咁容易溶。胭脂方面，我就會用3CE 嘅 Mono Pink，佢呢個粉紅色呢係帶灰調嘅粉紅嚟嘅。我就會喺面側跟兩邊呢就上呢個粉紅色，咁而同時間呢，我上嘅位置亦都係偏高少少嘅。偏高少少嘅好處呢，會令到呢塊面呢有向上升嘅效果。同時間我亦都攞去嚟做 shading， 所以喺下巴位置、面兩邊 jawline 嘅位，我都會搽上呢個胭脂，甚至乎連鼻影我都會用同一個顏色。咁樣做嘅好處呢，就係令到成個妝嘅氛圍感更加強。其實合適顏色嘅胭脂呢，都可以攞嚟做 shading 嘅。下一步呢，我就用 Alama 嘅 highlighter 02顏色，佢呢個顏色呢係帶少少粉紅嘅珍珠色，同我成個妝嘅顏色係好配合嘅。我就會喺返我鼻梁啦、鼻頭啦、面額兩邊、額頭位置都會上呢個 highlight。佢呢個珠光好幼細，所以效果好自然。唇妝方面呢，我就用 MAC 嘅唇膏啦。咁佢呢一個顏色呢，屬於啞面嘅。同埋你見佢第一個好亮麗嘅紅色，我只係少少塗喺嘴唇嘅中間，用手輕輕印開佢就可以啦。咁樣效果會自然啲。最後當然唔少得要搞搞個髮型啦，因為呢，我而家仲未去 salon 搞我個頭髮，所以呢，你會見到呢，喺頭髮前面嘅位置好多白頭髮啊。我會首先捲返順我個髮尾，跟住喺髮根上面呢，再拉一拉佢。反方向捲一捲，咁樣髮根呢就會更加挺直。跟住當然一定要噴少少 setting spray 先可以 hold 得耐啲啦。想介紹一個非常好用嘅 product 俾大家，尤其是有白頭髮嘅朋友仔啊。呢一個呢係膏狀，帶少少啡色嘅，可以呢喺一啲白頭髮嘅位置啦，或者你想加強髮際線，都可以用呢一個髮膏噶，效果係冇自然呢。成個妝就完成啦，希望大家鍾意短片啦，記得讚好、訂閱同 share。如果大家對1對1個化妝班有興趣嘅話呢，可以喺片下揾到聯絡資料噶。如果大家對任何化妝技巧或者美容有疑問嘅話呢，亦都可以片下留言，我會逐一回覆大家噶。有個好消息通知大家，而家我嘅40+ Facebook 群組提升啦，因為我都知道每一個女人都希望可以由內到外提升。我會用我多方面唔同專業嘅身份，分享更加多資訊俾大家，會定期分享更加多 online 資訊，仲會有唔同 offline 嘅體驗班同聚會。喺外在提升方面有美容、化妝、個人色彩配搭；而喺內在提升方面，我哋有運動、養生飲食、閱讀書籍等等。大家真係可以一齊努力，由內靚到外。記得加入我嘅私人群組啊！喺片下會揾到我 Facebook 私人群組 link，想一齊進步，記住加入啊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